神啊，請賜我逆轉時空抗咒願望。神奇燙斗，我要燙走晒你哋。其實想抗咒係唔使搞咁多嘢嘅，跟去 Ozone Apps 做呢一個逆轉時空抗咒緊科療程好過啦。療程係採用全新逆齡抗衰活細胞療程配方伊克多因，呢個成分係可以直接進入而且穩定喺細胞膜入邊，啟動同誘發細胞膜蛋白嘅生理功能。如大家所見，美容師係會配合射頻機，將呢一個伊克多因嘅逆轉時空緊膚精華成5ml咁樣咧，泵落去我哋肌膚入邊，然後美容師就會配合獨特嘅手法，用人手將個營養面霜按晒落我哋塊面度，確保我哋吸盡晒。然之後，噔就係膠原蛋白緊膚提拉面膜出場啦！美容師咧係會順住我哋嘅肌肉紋理同埋輪廓啦，由下至上咁樣搽落我哋塊面同頸度。然之後，哎呀，見到咁樣係實屬正常嘅，淡定有錢姐。睇到呢度已經係尾聲噶啦，咁美容師咧就會非常之溫柔咁樣幫我哋卸走面上嘅僵屍面膜啦，然後大家睇下，我塊面蛋係咪非常之滑嘟嘟，好想搣一下咧，好難啊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